立法院会顶礼拜五投票否决宪法诉讼法的复议案。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是表示讲，会来提出释宪，还是暂时处分。即马个传出讲，日夜在思考讲由大法官来提出暂时处分。那边是呼吁总统赶紧来补提名大法官的人选，才法度真正来解决问题。行政院提出的宪法诉讼法复议案，予立法院否决。立法院准备伫咧13送出复议资本。依照宪法，总统上晚就要伫咧23完成公布，新法上班伫25生效。不过，民进党团重申将会提释宪或者是暂时处分。复议失败以后，当然行政长必须附属总统公告。我们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暂时处分以及释宪。对事情来看，若是府院想要伫咧春节年假进前完成救济停书，总统就要赶伫咧一礼拜完成公布。要拿行政院所来3条救济方法。第一是赶伫咧法案生效进前提出民事甲刑事诉讼时阵，定定有诶预防性权利救济。过来就是伫总统公布法案，不过法案还未生效诶3天内，也就是法案生效了后提释宪，并且申请暂时处分。这么也团讲，连夜伫咧研究所来救济，包括由大法官家己提暂时处分，还有宪政法庭自己去想办法自废武功，自己要去提案。现在是怎么样？民进党在指挥大法官吗？指挥宪政法庭吗？继续把大法官当成你的痉挛。预防性的权利救济，这是属于民法的部分。每一个法案通过，其实有赋予释宪的权利，而且我们也可以提出暂时处分。行政院还是整个回归到他们应该有的权利。那被同时呼吁赖总统要赶紧补贴大法官的人选，这是根本的解决方法。要拿行政院进前就讲，伫咧正式接到立法院复议结果的通知了，就会就收集的相关资讯进一步问学者专家的意见，定心评估后一步因的做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